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好空比播。最近吼也今年吼，曾经有一股运动风吼，大家有感受到无？吼，无论是骑上车，还是路走啊，还是健行哦，大家吼就越来越注重自家的强健的哦。不过咧，开始吼强下类运动是咧好的事情哦。今年咧好空比播吼，就会老观众朋友咧强下来分享吼，来自于咧国家公园吼举办咧健行组的活动哦。首先咧，先老大家好来了解一下今年的来宾哦，就是营建署的国家公园组的总体审判科的蔡考莲科长，科长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营建署蔡巧莲，大家好。好，还有哪一位咧？就是18国家公园吼管理处的吼傅冠冕技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客家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18国家公园的傅冠冕。好，今年吼老大家了解吼，就是咧国家公园组健行的活动吼，就是一个健走的活动吼。今天吼，今年吼，谈讲吼，也喺活动的名吼，係102K 吼。K 是公里的意思，是吗？是公里的意思吗？对。哦，顾寿，这个是这一次的名字，是不是？对对对，这一次的名字102K 国家公园大健走这个活动的名字。顾寿呀这102K，嘿，真正会行路就会行102公里这样子，要走到102公里这么远。也不完全是因为要看步道它本身的难易度，那我们有一些换算公里数，比如说乘以2或者乘以3，累积到102的里程数，我们就可以完成我们这个活动。它有几个规则呢？是有它的规则就对。是。那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102？因为现在是102年，我们期待这个活动能在103年、104年一直长长久久办下去。哦，真顶呢！古时候亚今年就会T100黑毛是第一次举办。是。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想要举办呀？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希望国家公园的活动能类似一个文化的祭，就是类似一个祭的活动，大家能够回到这里来参与活动。那因为看到美国有国家公园周，这个欧洲也有，所以认为说，那我们也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就想说，那我们来做一个国家公园周，那全家可以一起来。最棒的时间就是这一段时间，比如说暑假的期间，所以想说今年就第一次推出国家公园周这个活动。哦，不过呀，发通吼，嘿，5月头是5月份到8月嘛，对不对？那有32年的时间哈，那为什么要叫周啊？周一开始的想法其实是因为美国的国家公园是收费的，在美国的国家公园周，它的那个 National Park Week 这个周是不收钱的，所以我们其实是有点借用美国这个名称把它移过来。那在办活动的时候觉得1个礼拜就像放烟火太短了，所以我们就把时间再延长，包括那个暑假的部分都把它归纳进来。哦，故说亚摆黑国家公园，故说会归在台湾的国家公园，就是全台湾的国家公园都参加这个活动嘛？是，所以我们全台家知道台湾啊，吼，总共有几多咧吼，呀国家公园无？所以问一下呀，副技师副太公地无？公园地吼。规台湾有8个国家公园。哦，不过另外有加一个寿山自然公园呢。哦，不过寿山用的总唔得变做国家公园咯。伊也设计无相同，已经归类为自然公园。不过咩有参加亚白的发通就错嘅。冇错。哦，佢说亚白迄总共吼有亚片有看到吼出题吼有8个国家公园之外咧，咩有动到迄管理站啊，咩有动到迄践行的步道就对了。其实不只是国家公园，是不是？对，应该是说8个国家公园，其中有一个海洋国家公园的东沙环礁国家公园是没有办法上去做健走活动。那除此之外，还有寿山国家自然公园，还有我们辖下有2个都会公园，就是台中跟高雄一起。只要是属于国家公园系统的，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在健走的部分。可是，在健走的部分，其实也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有规定要走哪几条路线的。对，我们全部有36条的步道的规范路线，因为这个设计其实有搭配5月15是国际家庭日，希望这些步道是全民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还有小朋友可以一起都来参与的，所以我们没有挑特别艰难的。故事的画面后，在画面上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国家公园他们步道的景象，对不对？
所以到现在，因为5月15号就是5月15号都压哈好，已经有您完成了吗？有人完成了，目前完成的人，寄到我们这个主办单位寄过来的已经有64个人完成了。哦，跟完成那把他们完成了102K，可是几乎都是超过吧？哎，对，有几个，有26个已经完成超过，已经到了180K 了。所以这26个大约他们通常都是爬哪个山比较多？有的会选择高山型的国家公园，因为它的步道的累积是乘以3，它比较容易达到。不过因为困难度确实也比较困难，所以就会有里程数去乘以出来的。像我第一片看到啊，我知道吼，较强松系列可能就会用名山有无一发就会。金门啊，迄无去过啦，不过也看起来还肯定啦吼，也亮咧，我知道哦，做得听听的行。不过像迄石巴有无？石巴还有呀，玉山吼，我只糖豆就会懂人攻顶嘛，用懂人登山客爱去的素材呢，系无？做得像富泰国做得讲下，做嘛呀石巴吼，係咪喺青南爬的，係咧新唔係爬山咯，係鐵山咯，係冇？知道。因为雪巴嘅甲公园地位其實嗰度高山，有其實呢路線有分難的嘛，有簡單的，像最熱門嘅啲武林嘅參嘅吼，一般會爬雪山吼，像大家較低嘅雪山，一般會安排3天2夜。哦，像八面峰看到嘅也係哇落雪嘅時節，係冇？八面峰看到。一般攏都3天2夜嘛吼，那我哋咪有安排講1日來回從。啲武林桃山瀑布，就會步道嘅、鋪頭嘅，那像有地位像安尼，有另外一個有去到觀霧，觀霧嘛係一般爬大霸尖山，較有名嘅嘛係一個路口啦吼。那相同也嘛算較艱難嘅一個路線啦吼。那相同觀霧嘛有較1日來回種巨木步道，喺無如觀霧瀑布，也安尼較簡單嘅路程就會分。觀眾朋友就可以先可以用嚟安排路線。不過像18號、18尾有參加國家嘅天航組嘅發通嘅吼，啲個路線吼應用嚟先測嘅喏，就得先測講，好，我18條路就納入這個健走週的活動咯，係蠻容易選嘅喏，規劃嘅啊。因為路線吼就一般我哋會先講。我哋雪巴地位這個會評估啦，一般會選較簡單，就是較熱門的路線，好像我頭都講的雪山路線嘛，大霸尖山，還有一些瀑布，桃山瀑布、觀霧瀑布，那像離有風景都得看的啦。錯，像離苗栗最近的像雪見，我哋啲先呢有去活動，伊本身咪有北坑山、東溪水山，還有灣田炮台，嘛算。當日來回的路線，唔講係到上一地吼，像科長吼，科長就是科長嘛，喺大家有糖豆嘅，有糖個科長。唔講係講下小雞時節吼，喺小雞年嘅時候哇，18國家公園吼，公園處嘅技師嘅技師，係咪個意思咯嚇？技師一般就來講就會較啲公務人員考試啲比較偏技術類，嗰種啲國家公園地都有動到嘅技師就錯嘅，係冇技師冇客源，那像係本身咧學林業，所以林業啲人咧就是安排地圖，規劃地圖就會技術嘅部分就錯嘅，嗰種。大家很唔就會很技師哦，技師哇，技師啊，你條路，唔過我家下有講到嘅呀，行嘅時間好愛做的計算咩，還有愛做的嚟，你要認證啊，認證的部分吼，要怎麼來認證吼？做得老太家小記下，要怎麼來認證呢？科長？要認證啊！首先我們呢，可以在國家公園管理處或者遊客中心去免費拿到這個護照，或者說進到我們國家公園的那個網站，國家公園這個網站可以自己去下載，這個都沒有問題。那接下來呢，有3個方式可以完成這個認證。第一個就是找到管理處的人，在你走步道的過程，或者到遊客中心去蓋章，對，完成的。剛剛主持人幫我們介紹這個路線的話，就可以蓋章。另外一個話，你就可以把這個部分掃，我們有個 QR code 掃到我們的按讚以後，把
我们上到这个步道拍的照片，好，跟自己跟照片，自己跟那个景象合照，把它传到 FB。好，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都是很不方便的，好，就是觉得这个都很不方便，你就帮自己跟景象拍个照，好，最后把它输出，好，小小张的贴在我们护照上，寄到我们的活动小组就可以了。哦，故作呀三妹，这3个是3选1，就对。对，3个方式都可以。不过唐贡哈呀认证过了之后呢，还有 C 登录是有小奖品的，是不是？对，我们有不同的奖品。对，我们有分完成30K 的，好，有一个毛巾哈，因为走路会流汗，然后完成60K 的，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收纳袋，因为走路会流汗会更换衣服，然后到了90K。我们国家公园会有一个纪念品，然后当你完成102K 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完走奖章。哦，完走就完跑完走，就是跑完了走成功了。不过呀，有规定好，嘿，相关人员有没有？相关人员不得参加，有没有？有像嘿富太狗安尼，你平常时伫个条路就嘿安尼行了了的，你喊做的安尼盖戳章冇？有规定冇？像安尼，这个做的拿到西电路冇？可能应该唔会，没做的变出嘿，系啊，因为像迄雪霸吼、雪霸国家公园吼，迄唔系可以行到呀102K，迄真简单的哈。可以。因为我知道真困难呢，真强呢，系冇？困难有一个困难性啦吼，虽然也成的点数较高，批数较高，不过伊伫路线安排来讲吼，也难度一定较高，所以才会成。所以一般可能会一摆路达到按多的点数，可能就会排最无3年2夜以上的路程。咁啊，该我会讲吼，伫雪霸国家公园吼，做得行一摆吼，就做得较坚实的吼，达到呀102公里的喏。因为后期的有一个目标的计算的方式，系冇？呀，计算的方式做得科长老太甲小解一下冇？这个步道的部分我们有分为3级哈，就是比较简单，比如说比较容易达到的，比如说南人山这个步道，我们让它乘以1。那稍微比较困难一点点的哈，有一些斜坡，比如超过5度10度，这个部分我们乘以2。那如果越困难的哈，就乘以3乘以4这样。我们步道其实有分5级，那如果是3级、4级、5级这种比较困难的步道，我们让它乘以3来累计这个里程数。不过像雪霸国家公园较陡的就会乘以3，系嘛？不过要的那边爱行的那条路会乘以几呢？我用的地道，要怎么知道说我走的这条路它是乘以几的？我们都有在我们的那个网络上去做这个公告哦。不是你 P.S. 时间去之前，其实就可以先做好功课。对，那护照上也有写，护照上也有。不过我知道啦，要去参加亚巴发通的人吼，其实这个就会清好行路，清好安尼路跑啊吼，呀路走啊，无法就牵行发通的人啦，嘿唔会计较吼，计较嘛个几多公里啊嘛个无强用的吼。故说咧太讲吼，有限的时间后面做得行了，高效咧又有说电路做得拿，故说也系清好吼，清空天咧发通咯。故说还有嘛个精彩内容咧，也下大家先来歇困一下，等下张手机不太搞。